来看屏东东港的风雨是愈来愈大咯，后了溪水嘛涨悬，附近的民众是真烦恼，讲会饮水哦嘛加强戒备。那么请目前人伫屏东的记者带咱来看当地的状况。 是主播记者今麦就伫屏东东港这边，后壁这条就是后寮仔溪，会使看到，因为这个风雨愈来愈大，所以这个水位嘛愈来愈悬。信息里的里长就表示，风雨若是继续加强，下晡一寡较低的所在可能就会淹水。台风期间，因为现在雨势还是算还好，下午情况就不一定了，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这样。 那如果有里民通报有淹水的话，我们大部分都会先到哪边巡视？就是到这个德胜宫，德隆宫前面这个水闸门，我们会像圣域里这个部分，我们会先里民有挡，我们会先来这边看水闸门有没有启动。 里长烦恼的有灾情，所以骑着奥多摆四架伫巡逻，嘛讲会甲隔壁福德里的里长来保持联络，因为这两边定定是做伙淹大水。随着这个风台是愈来愈近，东港的民众不敢大意，继续加强防台措施。以上就是记者伫现场掌握的情形，将镜头交转去予主播。